所以来关心台北市的消息，台北市长、台北副市长这个林奕华呢，今日总算到任。伊毋过林奕华昨才是这个立委，互人批评讲是为了撇开立委的补选。林奕华回应讲，是为了要将这个立委的工作告一段落。当初就甲党团甲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好啊，伫2月份上任。未来由另外一位副市长李树川督导工程方面的业务，伊本身的负责幼稚、长照等等软实力的部分。是讲今年台湾的电话将连2天后举行，嘛，互人认为讲这是林奕华就任后头一个挑战。穿青色碰色衫配深色毛巾，林奕华今仔日昨夜今日去台北市政府正式就任副市长。不过短短2天后，台湾灯会特别伫咧5号开幕，嘛是林奕华的头一个挑战。东区呢，在这几年里面，其实有些商圈是没落的状况，让大家看到整个的商圈可以透过这次灯会呢，能够蓬勃发展，传统跟现代的一个结合，呈现出台北是一个首都的特色。除了台湾灯会，林奕华嘛和另外一位副市长李树川换无同款的业务，但是顶半年北市总人口数增加到250万，正式的第3位副市长变作做份工，同款引起大家讨论。他比较是在硬体部分，我是在软实力的部分，像说0到6岁这个部分，还有在长照等等这些部分。第3位副市长，那必须到这里这样看他本身的专长，那我们可能再做相关的一个局处的一个分工的调整。林奕华嘛讲会向前副市长黄珊珊请教，不过直到昨才请示大安区区域立委，洪批评是政治算计，撇开立委补选。某国民团体讲，立委薪水是逐个月月初拨钱，要求林奕华甲2月份的薪水行动起。答应蒋市长的时候，就是跟蒋市长还有跟党团就讲好，就在2月的时候哦。其实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是把所有在立院里面原来要做的事情，我们把它完成，做一个段落。我们都是按照立法院所有的制度来走，所以绝对不会发生就是异例的状况。安那2024大安区立委团出南营台北市议员齐宏庭、王馨琪、李表家、钟派军和前议员罗志强拢有意思想要争取提名。林奕华就讲，大安区应该真侪人拢有兴趣想要参选，相信国民党会有公平初选机制，一切拢会照初选制度进行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